现代台语版圣经但以理书第6章。大流士照伊的想法，设立120个总督治理全国。伫因的顶面，阁设立3个总长，其中一个是但以理，监督遐个总督，才免王过头操劳。但以理因为有非常好的灵性，比其他的总长甲总督较杰出，所以王要指派伊治理全国。因为安尼，其他的总长甲总督伫逐种的事务要找但以理的空隙，通甲伊控告。毋过，因找无伊有啥物空隙，也是假释，因为伊忠实可靠。遐人就参详讲，除了对但以理遵行伊的上帝律法以外，咱袂当找到甲伊控告的理由。遮个总长甲总督相约来见王，对王讲：皇上万岁！全国的总长、总督、省长、县长甲顾问做伙参详，要请皇上降旨，宣布一个禁令。30日内，除了王以外，若有人任何神明，也是对人祈祷，着甲伊迄落筛血。皇上，请你制定签署这条禁令，人就袂当改变这个命令，因为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，签署过的法令袂用得改变。大流士就伫这个禁令签署。但以理听到王已经伫这个文件签名，就倒去厝里。伊楼顶的房间有窗仔开往耶路撒冷。伊照常一日3遍跪地向上帝恳求感谢。遐个人斗阵去但以理遐，看到伊跪地向上帝祈求帮赞，就过来见王，对王提起禁令的代志讲：皇上，你敢毋是有签署一个文件，规定30日内，除去皇上以外，若有人任何神明祈祷，也是对人恳求，着甲伊迄落筛血。王应讲：确实有，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，这个法律袂用得改变。因就对王讲：皇上，迄个受掠的犹太人但以理，无尊重王，无遵守你签署的禁令，伊竟然一日3遍祈祷。王听了非常烦恼，想要救但以理，规日在想办法。后来，遐人阁相约来见王，对王讲：皇上，着下几日，照米底亚人甲波斯人的法律，王颁布的禁令甲法律袂用得改变。王就下令掠但以理，甲伊迄落筛血。王甲但以理讲：你一直在服侍的上帝，一定会救你。有人搬一粒大粒石头，甲筛血的口踢下，看王印甲大神的官印，甲筛血封起来，互但以理的案件袂当有啥物改变。王倒去王宫规暝禁食，无要互人演奏乐器。迄暝王困袂去。隔日，王透早起来，赶紧去筛血遐。
伊挖掘西穴的边仔，伤心叫但以理讲：因我上帝的仆人但以理，你尽忠服侍的上帝有救你，无互使加无？但以理讲：皇上万岁！我的上帝有派使者甲遐个狮的喙封起来，无甲我伤害，因为我伫上帝面前是无辜的。皇上，我嘛无做啥物伤害王的代志。王非常欢喜，就吩咐人将但以理对狮穴扭出来。但以理对狮穴出来，规身躯拢无受伤，因为伊倚靠伊的上帝。王命令将遐个控告但以理的人甲因的某囝拢抓起来，甲因ฮ็落狮穴。因还未到狮穴的底，狮就往因踏去，咬碎因的骨头。后来，大流士通告全国，无论倒一个民族、倒一个邦国，讲倒一款语言的人民，讲愿恁平安富足。现在我降旨，我统治的全国人民，恁拢着敬畏但以理的上帝。伊是永远的上帝，永远存在，伊的国永远袂消灭，伊的王权永远存续。伊透放，伊拯救，伫天顶地上行神业奇事。伊解救但以理，将伊对狮的喙救出来。但以理伫大流士甲波斯人塞鲁士在位的时，事事亨通。